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来，咱来讨论今仔日的圣诗哈，咱相对最后一首哈，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哈，这首开始哦。咱来吟第一节甲第二节，伫主内面有喜乐。 虽然烦恼啦，吼，虽烦恼苦楚我，吼，亲像尖在插，吼，这字是读做插，吼，亲像尖在插安尼，吼。然后第二节，吼，第二节的第三谱表，吼，对，吼，来大风雨随冲狂，那海涌在波，吼，那海涌在波，吼，好，这两字可能咱较注意一下，好，来，咱来吟第一节、第二节，搁一届哦，好。 Jesus。
咱来吟圣诗38首，阿拉全能的主上帝。咱来吟第一节，然后咱就预备心来准备礼拜。来，第一节。阿拉全能的主上帝，做我的大君。咱礼拜时间已经到，咱来备办心，来进入礼拜。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咱甲主同坐道的日子，咱来领受对主来恩典。我的嘴唇要上赞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我的心神会满足，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上赞你。咱做伙来用欢喜的圣诗来学乐咱上帝。圣诗38首。阿拉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请起立。
全能的主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也是赏赐恩典甲疼痛的天父。阮伫遮要出声学了你，对心底献上阮的感谢。2023年已经过了一个礼拜，阮相信，伫这新的一年，被上帝有缘会赐予阮新的恩典甲新的开力，互阮会当跑走伫头前的路，一切拢无欠缺。虽望伫过去的一年，有寡代志，互阮的心艰苦。总是上帝会疼痛赢过一切，阮会当伫主的恩典内面重新开始，伫丰富的真理当中接受主的引带。阮相信，2023年是一个成长的年，也是一个重新和好的年。今仔日，阮要守圣餐，恳求圣神运行伫阮中间。互阮会当搁较深体会主你的救恩，也恳求圣神引带阮，互阮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同时，深深来反省，互阮伫未来的日子，搁较会当做主的见证。亲爱的主，最近全世界的景气拢无偌好 ，COVID-19 的疫情因为中国大陆的开放。变了搁较复杂，乌克兰甲苏俄的战争也得要满一年，搁加上气候的无稳定，地动四界拢在发生。伫这个无定着的时代，只有你是阮的倚靠，阮要跟对你，求你帮助阮。主啊，伫这个新的一年，公园教会有缘要传福音。也要推行各种的事工，求你引带阮，特别是后礼拜的好会，求主帮助阮会当顺利来进行。感谢阿罗主，因为阮祈祷主就替阮开路，阮恳求主就互阮得到。阮决心要跟对主，主你就引带，你就保护。愿一切荣耀甲恶乐拢归伫听愿的上帝，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读启应文，今仔日要读启应文第17篇，记载伫圣经的后壁面。启应文第17篇，由我来刻，兄弟来引。上帝啊，人就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压倒我。你所竞选，互阮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的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修平土地。你赐予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山坡嘛有油得滴。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即回来强守上帝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有2位，一位伫哥林多前书，第2位伫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15章第8节安尼讲：
最后，伊嘛对我即个若准无到月就出世的人显现。我是使徒中上微细的，袂堪得称作使徒，因为我捌迫害上帝的教会。毋过，有上帝的恩典，才有今仔日的我。伊赐予我的恩典无落空。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拍拼工作，其实毋是我家己，是上帝的恩典甲我同在。所以，无论是我也是因，这是阮所得传，恁已经有底信的。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7章9节到11节。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9节安尼讲：总是现在我真欢喜，毋是因为恁心艰苦，是因为恁的艰苦心有致到恁悔改。上帝有善用恁的艰苦心。所以，阮所做的对恁无伤害。第10节，因为上帝善用恁的艰苦心，来互恁悔改，通得着救。阮就无啥物通后悔，毋过俗世的艰苦心会互人致到死。第11节，恁看。上帝遐尼厚善用恁的艰苦心，才互恁遐尼迫切辨明家己的清白，遐尼愤慨，遐尼有警戒心，遐尼有期待，遐尼热情，遐尼激烈，坚持不凡。伫逐项代志，恁已经有证明家己的清白。圣经读到遮。愿主赐福听伊话，佮照安尼行的人。煞接是讲道的时间，本堂黄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新生活的开端。新生活的开端。姊妹平安。这是一个新的年顶礼拜我去新德教会，所以无伫即个所在，所以伫遮嘛，愿咱每一个人来讲新年快乐。12月31日时阵吼，咱有几位青年人伫教会过暝，然后到要12点的时，因就招牧师讲，牧师啊，咱来去高楼吼看烟火，咧，咱来高楼厝尾顶啦，吼安尼。这是我第一遍吼，12点吼去到高楼厝尾顶，看起夜景真水，然后到处拢总有迄个烟火，所以咱咧想讲烟火啦，有可能是101啦，吼安尼。其实即个民间中间足侪烟火，安尼四界安尼响咧安尼吼，真水吼。所以一个新的年咧过，所以总是有一个愿望迎接一个新的年。不过呢。伫咱现实生活中间，会感觉讲旧的年，就真侪遮个代志，无论是咱世界的代志、台湾的代志，我相信国人嘛是拢共款。有真侪遮安尼，互你感觉讲足无好的遮个经验。有啥物通庆祝的呢？有啥物通放烟火呢？吼，遐侪问题，看来新的年嘛不讲偌大一个愿望甲期待，因为所听到的消息，新的年。嘛是真多挑战所以呢，就感觉讲，这烟火咧放一个日，安尼热烈欢喜的事。但是呢，有真侪伫咱实际生活中间，并无够遐尼安尼，互你感觉真清彩哦。落来到下暝的时阵，准备要困，就感觉讲就是感叹，旧年已经过，毋知旧年过了安怎样，毋知要安怎来评估咱。每一个人所过日子，我家己本身，所以呢，做时你感觉心内郁卒，做时感觉讲有真侪代志，还佫有真大的一个后悔的事，做毋对的事，做无够的事，佫有真侪代志，互你感觉讲彼此团体的中间，嘛佫有真侪也无法度，你安尼感觉真清彩。
要安怎样来过台旧的年、新的年这个交替的这个情形。所以今仔日要用这个题目来甲咱来分享新生活的这个开始。咱三甲来祈祷。主，我已经300，2022年新的年已经来。当然，我有真大的期待。这个期待毋是讲我努力会当造成什么，毋是讲环境会当偌大的变化，安尼我伫真大的好的环境中间会当成就介这事。阮所谓望的，乃是因为有上帝教阮三重行。过去的年有充满真侪问题，无论是这外在环境，无论是这整个世界事，还是阮个人的事，嘛有真侪互阮真侪动荡。未来新的年，我也相信已经充满真侪挑战，有真侪阮无法掌握的事。但是阮今仔日会当有平安，那是因为阮相信，听阮的上帝，还佫教阮三重行。我也相信一项，就是新的年，只有坚心来信靠你的时阵，安尼无论拄着什么种的代志，阮会当心得到平安，甚至阮有喜乐。无论阮会当成就什么代志，我也相信圣灵、圣神会当伫阮内面引带阮、鼓励阮，互阮有气力来面对生活中间想会到、想袂到的代志，做会到、做袂到的代志。阮相信上帝啊，你要教阮三重行伫新的年中间，这嘛是阮的愿望，这嘛是阮伫信心的中间所带来愿望。恳求阮会当选择伫凡事的中间来寻求你的旨意。主，你听阮的祈祷，透过今仔日的信息，过来互阮三角来勉励，来得到鼓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这个旧的年到新的年的交替啊，我相信呢，甲我同款，咱拢有对过去有一个反省。安尼过去一年，我经历什么种的代志？可能有真侪做了好事，真顺利，真行通，啊，咱就感恩学乐，感谢上帝的带领啊祝福。相信大部分的人也是甲我同款，有真侪代志，就感觉完成的事，毋是你所期待的。真侪代志，咱虽然尽力去做，但是呢，并无互你安尼真满意。有可能咱咧甲人对待中间，咱有一寡受伤，甚至呢有一寡代志，咱无活出应该有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咱的心的一个懊悔。这个懊悔，伫咱唐多圣经内面所读的，就是艰苦心。这个艰苦心、懊悔，毋是敢若一个后悔而已。后悔是讲我都做毋到代志，啊，我感觉真可惜，啊，我感觉真挫败。这个懊悔，台语圣经翻了真好，伫这个反悔中间，还佫有带来一个艰苦心，为了这项做毋到的代志，互你感觉无多挽回的代志，有一个艰苦心，所以咱用艰苦心来讲到懊悔。当咱有这种的艰苦心的时阵，咱敢还佫有理由通来感恩呢？咱会当去感恩，因为咱承认咱家己本身的软弱，咱家己承认家己是无教育，艰苦心做毋到代志，这是咱平常时一直咧发生的代志。但是今仔日会当欢喜的事是，因为咱佫有一个健康平安；欢喜的事是因为咱佫来到上帝的正殿来敬拜。所以我就相信，有真诶兄弟姊妹，因伫因心内底一定有真侪互伊艰苦心的事，总是伊嘛是继续伫教会内面啊，要真努力来服侍啊，继续咧向前，继续咧追求，为了这来感恩。感恩是因为咱知影，咱永远相信上帝的疼。无论是啥物种情形中间，无论是做真侪对的代志、毋对的代志，无论是顺境还是风声逆境，咱都相信上帝的疼，咱拢继续行伫这条信主的道路中间。咱要怎样来面对互咱艰苦心的事呢？所以，咱勇敢面对这项事的存在。也承认一项，就是因为我家己无够业迄个知识、财物、能力，
我家己嘛有一寡心情情绪，这拢会影响到咱本身决定代志、做代志的时产生一种的艰苦。咱所做的代志，其实拢常常因为咱的环境，咱就拄着啥物人，咱的环境的变化，要怎样去反映这个环境来做一个决定。有一个时阵，咱无法去明白这个变化万千的环境外在变化，所以咱做一寡决定的时阵，一定有一寡失败检着路做错的代志。心情若无好的时阵，咱讲出一寡无适当的话，当然，甲人一个互动中间，咱嘛会家己受伤。安尼，咱无法度，亲像一个时光隧道共款，然后搁重新倒转到过去，因为真正代志发生已经无法度改变，所以咱只有勇敢来面对，互咱甘苦心的事实存在。所以尼布尔又讲一句话，伊讲：上帝啊，你着帮助我去改变会当改变的。去接受袂当改变的，赐互我有智慧去分别，啥物会当改变，啥物袂当改变，安尼。所以咱今日所讲的，这互你艰苦心的代志，作者拢是已经发生，但是无法度去改变的事，只有接受伊，面对伊。那所以呢，当咱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呢，一定放伫咱的心内，想到过去，心内艰苦，互你安尼感觉讲。安尼心内足郁卒安尼吼，安尼哪会安尼吼？哪有发生这种代志？我若做这种代志吼，安尼，咱无法度挽回过去，互你艰苦心的事，但是咱会当弥补、补救。所以这补救方式就是讲咱调整咱过去错误的观念，咱改变咱的行为，莫阁安尼失错第二遍。如果咱有受到伤害，咱可能心内爱去赦免别人，弥补。如果咱有伤害别人，咱就来悔失的来道歉，做一个弥补。我相信这种的弥补会当帮助咱，互咱这个艰苦心袂阁束缚咱的心，互咱这个头放。有的良心是安尼较敏感吼，一寡失错伊就足艰苦安尼。我读一个报道，就是讲伫美国白宫吼内面有一张批，这张批呢放伫遐咧互看。这是一个13岁的查甫囡仔吼，写互当时的美国总统，伊批安尼写讲：亲爱的总统，我做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代志，安尼13岁做对不起国家的代志，到底啥物代志呢？伊讲吼，我使用一张无当着囡仔邮票，我收到一张批，这张批内面的邮票无当着囡仔，所以我搁掠起来定用。但是我感觉安尼是偷窃国家的财产，偷一张批的价值，安尼，我为着这个后悔，我愿意赔偿，安尼，这总统斗我原谅。我看这张批的时阵，我想我家己较早若咧收到批的时阵。嘛常常咧看，注意讲一张安尼邮票当着囡仔无？你敢捌收到？我若收到这个有够好诶，今日佫趁3箍佫趁5箍这张邮票掠起来佫订搭佫给咱用一遍。我看到这个报道时，就感觉讲遐无良心诶，感觉。姊妹，有真侪小代志，甚至真大诶代志，互你感觉我已经做错。虽然对人来看是可能无真大人代，为这种代志你敢咧做种大诶代志，去写批予美国总统求原谅。但兄弟姊妹，大大小小诶代志，咱可能无像这个囡仔安尼良心遐尼敏感。最少伊来感觉讲这不安，然后伊写一个批，一个行动来弥补、来补救伊伫内心良心诶责备，这是一个例。对着你艰苦的心的事，对着这个事，无法度搁挽回，你怎样来做一个弥补？有真侪艰苦心的事是无法度补救甲挽回，咱只有来接受这个事实，来恳求赦免，然后互咱行出这个捆绑。
有一个牧师呢去探访一个家庭，一直到离开伊的时阵呢，这个男主人较出来甲牧师招呼，然后陪牧师行到门口，要离开牧师要离开的时阵，这位弟兄伊就突然间讲一句话，伊讲牧师啊，你敢知影我捌杀死一个囡仔？牧师听到了后，真意外，讲这样代志。所以呢，牧师就安尼陪伴伊，佫转到伊的客厅，了解这项事，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原来呢，这位兄弟呢，伊是较早咧驶公车，2年前真意外去弄死一个囡仔。当然追究这个责任无在伫伊啦吼，不过呢，伫心内安尼真自责。伊脑海内面一直有这个影像，做无好的影像伫遐，所以伊无法度原谅家己，着离开这个工作，将家己封闭起来。我杀死一个囡仔。所以我想，这个牧师应该伫遐会介意做一种的处理，来甲伊面对这种无法度，但是互伊感觉真艰苦心的一项事，帮助你会当行出这种的封闭孤立。所以咱无法度行出这个互咱艰苦心的事，若无法度行出，然后这个事会真做咱行个捆绑，互咱的心绑伫遐行袂出来，就亲像这个兄弟共款关起来，拢常常想到过去。无法度佮开公车，无法度佮面对外在遮个人有这真深的疾病。因为姊妹有真侪人，咱无法度面对第二次的婚姻，咱无法度事业失败了后，佮东山再起，咱无法度受到伤害、受到反叛了后，咱甲别人建立一个互信的一个关系，咱无法度行出过去失败、受伤害的一个阴影。所以，这是咱常常拄到的事。报道家穆迪，伊捌讲一句话，伊讲：上帝将咱所认的罪，安尼拼入去到大海内面。无毋对啊！然后佮插一句标语：不可垂钓。意思就是讲，如果咱已经对这艰苦心的事，咱已经后悔，而且处理的方式无度挽救的时阵，可能人来道歉。但是对着上帝这部分，做互你艰苦的心，咱就伫上帝面前认罪，然后上帝就洗清咱的罪，除去咱的罪，毋通搁去想这个代志，毋通去摕这个代志，真做咱家己本身的重担。所以这所在讲到，将你所认的罪，上帝已经撇你到大海内面，毋通你搁甲钓起来，不可再垂钓。过去一年，咱敢有啥物代志，互你艰苦心？艰苦心表示咱心还阁活着，无迄个麻木不仁，还没有心死。所以艰苦心，互咱有一个机会，会当对错误中间来学习。咱会当将过去互咱迄种失败的想法、做法，来做一个改变。当咱愿意安尼做的时阵，咱会当阁有进步，咱会阁当提升。所以有一个亨利·比索，伊就讲：懊悔是重新生活的开端。艰苦心来后悔，这是重新生活的一个开始。我相信对咱真侪人嘛是同款。一个新的年开始了后，当你想到过去，互你感觉讲真白白，互你感觉讲足切心，互你感觉真艰苦。你要怎样面对这个代志呢？艰苦心伫上帝面前来承认，上帝啊，我有这种的情形。但是新的年开始的时阵，我需要行出这个事。一个新的年，一个新的生活开始的时阵，咱有一个艰苦心来后悔，然后将伊放伫上帝面前。
所以咱才有法度踏出迈进前来过一个新的生活。艰苦心甲后悔，我细汉的时阵，甲伊认真读册，甲伊认真读册是因为过去拢无认真读册，无认真读册是因为可能巧凊彩读的要考试一两工就感觉成绩袂歹。高三的时阵，国中3年就安尼拼一年就考高中迄阵大学真歹考所以切着2档高三，搁拼一个就去考大学我就感觉讲就真简单。但是有当时甲人接触的时候，就感觉一种后悔。拄着安尼真悬学位的人真好学校的人，国立大学然后搁啥物硕士、博士，我想起来嘛，感觉真后悔就感觉我嘛巧若无巧嘛袂考着大学，搁无补习，嘛算真厉害。但是都无认真，所以呢，新人伊就该认真读册。兄弟姊妹，反悔是因为咱心愿意审查咱家己，咱避免搁行迄个错误的路。安尼时阵，咱当较进步，咱搁较好。所以艰苦心来反悔，会当成做咱积极向前、向上的一个开力。在生活上，咱要怎样来运用这种的艰苦心的开力？这咱所读的圣经内面就讲到一项。你知影彼得3摆无认主，所以伊就非常反悔，真艰苦。所以伫加利利海边的时阵，搁一遍有一个机会，主耶稣基督来表明，愿意听主搁较深。如果你若毋捌有这种感觉，你感觉讲我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我真热心，所以我就照安尼来进行。一个骄傲心，无想要进步。啥物人比我较热心呢？啥人比我较好呢？我就感觉安尼就袂歹我就袂进步。袂听人，袂听上帝较好。保罗伊讲，我是使徒中间上界微细，因为过去我捌迫害教会，我袂堪得做使徒，但今日我会当成做一个使徒，我成做何等的人啊！这是因为得到上帝恩典，才会当得到。然后伊讲，所以我比其他的人、比他的使徒搁较劳苦，因为过去互我艰苦心忧伤，所以我必须要搁较劳苦，去较付出，表明我这个艰苦心了后带来一个悔改甲转变。约翰牛顿，伊是做奴隶的船长，卖奴隶交易，过一个罪恶生活。有一天，伊对着路中间醒悟起来，39岁做牧师，伊接受上帝的原谅，所以伊就写奇异恩典。有一个真艰苦心的人，非常后悔的人，我都写出讲。我前失错，但是我今日会当经验上帝奇异的恩典，超过我所想象的恩典。艰苦心的事无法度避免，咱一生一定拢是伫无数而且艰苦中间一步一步行。并毋是讲今日我为着过去2022年这个艰苦的事后悔我2023年都拢真好势，袂做毋着代志一定还阁有啦安尼。我就讲谈到咱的思想、咱的智慧、咱的环境、咱的情绪，拢会影响咱的做错误决定、做错误的事。但是咱毋通互这个后悔、艰苦心一直填满咱的心。为着这个事，上帝来认罪，然后接受主的赦免，嘛着原谅家己，行出这个互你艰苦的事。哥林多的教会，因
因过去生活伫即个罪恶的文化的环境中间，所以呢，哥林多教会即个信徒信主了后，我嘛是有足侪代志安尼个，互足侪问题会产生。保罗去到迄个所在来责备恁做一寡失错的代志，所以因内心就一个艰苦心来后悔安尼。所以保罗安怎讲？伊讲恁因为艰苦心，所以恁心内就有真大一个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互恁会当脱离罪恶，会当得到拯救。这个艰苦心的事，互你伫心内安尼会当逼切辨明家己的清白，有一个警戒心，有一个对未来期待，产生一种的热情，而且会当谴责伫恁中间毋对的代志。这个代志来证明你的艰苦心所带来一种的改变，正面的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就是因为伊一个艰苦心，所以因就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开始，新的行为的改变。这是咱拄则所读哥林多教会因为艰苦心所带来整个改变。兄弟姊妹，咱要怎样来避免无够艰苦？当然要学习好好把握即卖现在的机会。袂感觉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较早哪无认真啊吼安尼，我较早哪会遐尼放荡，所以互你感觉安尼艰苦心。减少这个代志，就咱把握现在。慢慢咱较有年纪的人，咱来较早咱时间无介济，咱来知影咱来做重要的代志，咱就无都亲像少年人遐尼放荡，安尼会当安尼，较够长的时间，到会当犯到真济错误。咱今日较无法度，时间也无真济，然后咱就要较认真把握现在。你身边的人好好听因，你手中的工作好好来完成因，做好做歹都无要紧，因为咱的能力有限，但是你要真心。所以把握现今的机会，互咱袂对现今做无够，无尽力做，还是无去做的代志来感觉艰苦。把握现今的机会。第二，咱都要对上帝领受一种智慧。智慧是啥物？真正人拢有智慧，真正拢有聪明，真正拢有才华。当然，咱要做一个决定的时阵，有这个事会当互咱做某一寡的较正确的一个选择。你若要做投资的时阵，当然你要有一寡知识、才华、经济方面的概念来做这个事。你要做一寡的服侍的时阵，可能你的服侍本身，可能付出真大的心思，可能付出真大的金钱开力。若是正确的一个服侍，有可能互咱的效果会更较好。有真侪代志，真正咱有真悬的智慧，然后受到真好的教育，但是因并无即种的智慧，将因的常识、因的聪明放伫对的路，甚至你的教育愈悬。你做毋对的代志，行的偏路，所产生的影响会阁愈大。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有一条路，人要做是对，但是这条路行并无。这是咱今日常常拄到的代志。咱的环境内面，互咱做一个决定，讲应该是安尼，但是尾也较证明讲其实是毋对。有的真侪代志已经过去。真侪代志，你会当来挽回，但是有真侪代志无得挽回。咱拢是伫常常伫咱了做是对的代志中间做决定。所以，咱伫真侪路咧选择的时阵，咱需要有上帝互咱智慧。圣经内面讲，毋通了做家己是聪明，都要伫逐项代志中间挖靠伊，追求伊的心意。这是圣经内面所讲，咱需要上帝互咱智慧，也需要伊来引带咱行对的路。就咱亲像咱会当真熬、真准确、真熟练去安尼控制这船，
技术也真好，但是即只船若毋是驶往原来的目的地，无论你怎样聪明，你技术偌好，你有种智慧会当操作，也是了解即只船的结果，方向毋对，就是互你反悔艰苦心，最后行往一种的灭亡。兄弟姊妹，伫咱中间，咱可能已经信主，然后咱来把握现在的机会，伫信主的时阵，伫这个时刻，做咱应该做的事，尽忠尽力来服侍，安尼咱无后来艰苦心。有可能咱还未信主，然后伫个所在鼓励咱家己，咱每一个人，这是一个机会，咱来把握，因为正如圣经内面所讲，迄条路最后若行往伫灭亡，然后咱无即个机会通反悔的时阵，安尼可能就无够互咱艰苦反悔的一个机会。旧的年已经过，新的年来，所以咱对艰苦心来学习，也行出迄互咱艰苦心的应用甲捆绑。亲像保罗所讲的，袂记你过去，努力伫头前的事，按着标来走。你的标是正确的方向，也无。上界大的智慧，对敬畏上帝的心开始。所以有所书讲，毋通做糊涂的人，看今仔日的时势，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安尼，咱伫新的年，无论是咱信仰、咱的服侍、咱的生活，会当正确合伫上帝的旨意，互咱无够艰苦心来后悔。咱三甲来祈祷。主伫过去到伫现今到伫未来，拢有上帝教阮三陪伴。主，我若相信有真侪事。阮需要，互咱真侪事，互阮艰苦心无度挽回，但是阮阁有愿望。即个愿望就是阮相信上帝，你会引带阮，你甲阮三甲同在，互阮行出过去互阮艰苦的应用，然后我会当我靠你，充满愿望，有上帝同在甲引带，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有快乐的生活。有愿望的生活，有喜乐的生活，有平安的生活。上帝啊，因为你甲阮三甲同在，引带阮进入新的年。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多谢牧师的勉励，这是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610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你使活命，搁使光明，请大家起立。耶稣是阮心所欢喜，你使活命。
请咱游园徛地来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俗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时坐咧吟就好吼，咱来唱圣诗481首，来备办心，来领圣餐。咱对基督的恩典对着下面，基督恩典主着下昨天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祝寿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予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予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名，伫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三角来祈祷。做阮伫遮设立杯甲饼。讲求圣神，互咱会当明白杯甲饼的意义，表明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承受救恩，互阮的罪无去受纪念，来领受你的救赎，互阮会当透过圣神你的启示，互你的听进入阮的心。祈祷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大，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三角来领受。食了后，主要所也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八角饼，也表明咱伫主的内面合一的关系。拢伫主的内面，成做一家人。伫同一个身躯，彼此成做肢体。主耶稣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三角来领受。主，我已经领受这个杯甲饼，表明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有份伫你的救恩。愿你透过杯甲饼，互阮明白意义，甲明白。这是表明上帝你无限的疼。伫我了做罪人的时阵，你就找见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当阮伫艰苦心摇血事的中间，透过杯甲饼，表明你接纳阮，伫你的疼内面，我会当向前。就因为阮所犯的失错，无搁受纪念，拢是因为你流出的宝血。互你的疼伫阮内面，成就阮的快乐，安尼我会当向前跑走阮的路，而且有主你甲阮相同行，引带阮。为着杯甲饼献上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个时阵，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
请起立。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请阮的天父主上帝，虽然阮无完全，阮有软弱，但是你有阮听阮，互阮甲你同坐倒，同享受主你的恩赦。但阮要勇敢徛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慈爱甲恩典，嘛要对你领受智慧，来有一个新的开始。愿为着这献上阮深深的感谢，嘛献上阮的金钱，愿做你圣工的路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2页，看第2条消息。马屁股今仔日去永国老师的厝来举行满菜头的活动，感谢俄罗主愿圣神同在，来保守因出入来活动平安。第3项，后主日1月15号下午10点，10点哦，毋10点半吼，10点要举行好会，请兄弟踊跃出席，为着即项代志祈祷，求主保守咱顺利进行。第4点，主日同一日1月15，咱的联合礼拜中间要举行长老奉礼，个执事的设立，个团契小组甲机构的首长就任。奉礼的长老是陈顺美、林金溪，执事的设立有郭彦平、陈一玲、王耀定。是徐可信，机构圣歌队的队长是温珠姐敬拜团是乃真，主日2是校长是林金溪，团契有闽台长老我徐可轩、子燕、怡心，小组有新白、德宇、艺林、叶华荣、心怡、徐思成，有一个所在爱改央卡普因换一个名叫做田抗丽，毋是贤抗丽哦，是田抗丽毋是咸的，是甜的嘿，因的组长叫做黄太医，这个所在爱改。好，第5项，农历的过年才要到，咱教会伫1月7到13会进行咱教会内底的整顿，请兄弟来配合。第一。你若有赶物件，比如讲你的雨伞啦、你的目镜啦，或是你的保温杯，若袂记得放伫教会，请你砸转去。第2项，咱教会有寡桌椅要换掉，你若有需要，请甲咱的总务的长老黄启修联络来甲申请。第6点。阁有幸福小组，阁剩一组伫好所在幸福小组，伫拜3，要伫生活美学来举行。毋知有牧师或是啥物人要补充报告无？咱就标啦。第4项，则有长老奉礼，阁有长老执事的设立。这差别伫倒位呢？就是讲，伊若是第一遍做长老。这是奉礼，要来奉做长老，这个奉礼就甲奉礼牧师共款咯，因为牧师甲长老拢是长老职，安尼。设立就是执事的设立，是讲已经奉礼过啊，然后要搁一遍
轮休过，要去就任，这个设立吼，所以这个名词吼，这互咱知影，安尼就好啦吼。那这个因为过年要摒扫，咱希望讲过年了后，咱会当提供互咱入来咱的教会聚会兄弟姊妹，也是这朋友，有一个较友善的空间吼，所以要做一个整理啦吼。所以你若去到厝内底，咱着惯势吼，有当时你袂想这安尼咱会整理嘛吼，整理会较好势的这样不是共款吼。我们要迎宾希望这教会这内面的大家房间啦、教室啦吼，这桌椅这做一个处理。所以若整理了，你着注意看卖吼，然后物件放伫一楼遐所在这个我爱咧，吼，我找规年大天找拢无，毋知可能对伫遮吼咧。这个若是你的，你着客等。若一段时间无，咱给他做一个处理啦吼。所以这咱安尼莫互感觉教会真乱，这个感觉吼，安尼。这个有白色的桌甲这个黑色的椅这数量有限所以你也感觉讲我着做有需要可以当去厝希望咱也期待安尼啦吼，就是讲你厝内吼，毋是讲这物件免钱，我客倒来吼安尼下咧下咧若是蹲伫恁厝最好是卖啦吼，迄就是教会安尼蹲真久吼，安尼影响到咱的空间吼，也是影响到咱的这个物件安尼袂真乱。所以莫讲我要囤物件这个物件就要徛伫厝囤的，安尼较无，互咱的所在较清幽互有需要的人吼，这就是这个咱要做这个部分啦吼。后礼拜记了吼，后礼拜是10点咱要进行这希望会当顺利。咱差不多是全台湾长老教会第一间吼办这个会员好会，即摆听到拢是过年了后。但是咱感谢咱的所有这的中介兄弟姊妹真济伫个时光中间拢有真早来完成这个事，配合这个过程，完成了咱就真好过年吼安尼所以就别讲我留一个物件吼搁一个代志还未完成明年搁放一个物件安尼吼所以咱就真清幽来过年，上帝保守咱后礼拜咱搁来到这个所在10点开始吼。咱来唱祝福的诗歌，圣诗615首，咱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请起立。新的年，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叹，圣神所想事的疼，喜乐加平安，甲咱众人三个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谢庙道，愿上帝的祝福。